啫？幼稚！又到咗鳳凰花開嘅日子啦！喺呢個鳳凰花開嘅時節，分離並唔代表結束，而係一個嶄新嘅開始。所以，本人我畢業證書啊！好，我哋就頒發畢業證書，由杜明志同學代表接受。冇力批評。邊係啊？都唔知幾型係真啊！接過畢業證書之後，就代表正式邁入人生另外一個嶄新嘅階段。你哋一定要記住頭先校長所訓示嘅，我哋。就咁樣，一場原本應該係充滿離情嘅畢業典禮，就喺 F4 同直升機大鬧會場嘅情況下結束咗啦。F4 就咁離開咗，英德學院以後應該會平靜啲啦啩。F4 真係勁掂啊！直升機灑花瓣，直情正到爆啦！啊，差啲唔記得，我要揾 F4 簽名添。清華，我諗恢復平靜英德學院，少咗 F4，一定會少咗好多歡笑啫。咁多位，係今晚所有嘅消費都入我哋 F4 數。喂，夠啦！誒，落嚟啦！哎呀，唔好玩啦！你講咩啊？就係你兩個啊，面都紅晒啦！精文，去攞地圖啊！哦，好啊！遊戲時間開始啦！嚟！講嘅，嚟睇下，嚟，做咩啊？幫我哋揀去邊度畢業旅行咯！定係飛鏢決定啊？